好就玫瑰花啦，玫瑰花兩個 version， 我哋而家呢一條片係version 1啦，咁就係呢一個嚟嘅。你見到呢個花瓣係大啲嘅，咁一陣間條片咧 version 2呢個花瓣就細啲嘅。咁兩個個織法唔同，但係個concept 差唔多嘅。OK， 咁就你預備兩個色啦，最簡單嘅。咁你想話一塊一個色都得嘅，你自己 adjust 咯嚇。咁咧就我哋做呢個起咗呢個底先。OK， 咁就起60針，咁6針一個花瓣嘅。咁你自己印，你想要大塊啲，你就多，即係你想多塊大朵啲，你就做起多啲針。總之咧就6針一個花瓣。咁咧我呢個咧就係係10個花瓣嘅。咁我哋就起60針。OK， 咁用 chain 起60針。咁咧我就用 DK 冷嘅。即係平時我哋平時用開嘅呢個冷咁樣，咁咧我就呢個花咧我就用7號針4mm 嘅。OK， 咁大家起60針，起完再翻嚟。好，咁咧就起咗60針噶啦，你哋自己數針啦嚇。咁數針都係一個 V 一針咧，1、2、3、4、5咁樣啦。OK。就數咗啦，60針啦。咁咧就你見到我個火星文咧就寫住 C1、C2 噶嘛，即係 colour one C1 等於 colour one，C2 係 colour two 嘅。咁而家我哋用紅色就係等於 C1 咯。咁好啦，起完咗60針啦，然後咧我哋就做60個短針，做一行60個短針。咁啊記得啦，起立針60針，我哋做短針起立針係上1級樓梯1個鎖針。OK， 撳住你第60嗰個針啦，然後咧就響翻呢個你第60嗰個針嗰度就做一個短針，咁就為之1針。OK， 如此類推，咁就做針督做60個短針。OK， 好，咁我哋翻你就繼續做，我停一停就翻嚟再。OK， 咁60針完咗之後，大家自己數針啦。不過呢個玫瑰花咧唔緊要噶，多一針少一針咧都冇問題嘅，因為咧佢真係捲咗入去睇唔到噶啦。OK， 所以但係就accurate， 盡量準確就盡量準確啦。譬如話你60針咁多，好辛苦，已經咧就整到60針出嚟。哎呀，點解爭一針少一針啊？咁樣咁唔緊要啦。你想拆你就梗係冇人歡迎啦。拆咗就即係學。即係你學到啦，知道點樣邊度係有問題啦。咁你唔想插都 OK 嘅，翻冇問題嘅。好，咁我哋咧就做咗第一行60針啦，60短針。咁然後咧到第二行啦，仍然都係 C1 嗬，C1 即係 colour one 啦，都係呢個紅色啦。咁就而家咧就開始咧就起花啦，我哋叫起花。咁咧嗱，記住啦，我哋又上一行。我哋第一個係做咩？做短針啊嘛，咁短針記得上1級樓梯就一個 chain 咯，咁啊調翻轉過嚟啦。咁咧呢個就好簡單嘅啫。咁啊第一針係短針，篤翻短針。好啦，跟住咧你要做5個 chain， 1、2、3、4、5個 chain。OK， 咁5個 chain 做咗之後咧，你就下邊啦數隔5針啦，1、2、3、4、5，第6針篤落去，短針。OK， 短針好啦，咁如此類推啦，就係呢個就係第一個花瓣嘅基個 foundation 啦。咁我哋一樣啦，5個鎖針，1、2、3、4、5，好啦，下邊隔5針，1、2、3、4、5，第6針篤落去。OK， 第6針篤入短針，如此類推，1、2、3、4、5，好啦，數針1、2、3、4、5，第6針篤落去，短針。OK， 如此類推就完成咗佢，完成到最後咧，你係會有10個呢個咁嘅大窿噶啦。OK， 好嗱，做咗10個大窿啦。咁又數一數係咪先啊？1、2、
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，夠啦。好，到最後啦，第10嗰個啦。咁我哋就響最後嗰一針咧，就做最後嗰一針咧，就做短針。做短針 ，OK， 咁好啦，就整咗10個大窿咯喎。咁好啦，到第3行啦。第3行咧，我哋就做5個係colour one 嘅，即係紅色嘅，剩翻5個咧，我哋就轉第二個色。OK，咁而家咧，我哋就先做頭5個先。咁好啦。就而家起花瓣咯喎，咁起花瓣咧，我哋就你開始嘅時候咧，你就做2個 chain 先。咁呢個係唔計針嘅，不過只係想話即係等佢有個高度嘅啫。但係佢就唔2個鎖針唔等於一個長針嘅高度嘅。不過咧就學識咗明白咗咩叫起立針之後咧，就有個變化嘅。咁呢一個唔數針嘅話咧，我哋就唔使做3個鎖針。我想咧做一個填一填個窿嘅啫。咁好啦，咁以後咧我哋就喺呢個大窿嗰度咧就做12個長針。OK。咁啊嗱，你睇我做一次捲長針式啦，捲一下針啦，就轉過嚟啦，轉翻過嚟喺大窿，全部都係大窿噶啦，就唔使揾呢啲邊仔嘅，全部大窿做長針12個，1個、2個、3個、4個。你見到有啲粒咧，咁一陣間會捲咗收埋咗佢嘅，就唔緊要嘅。4個啦嚇，好啦，5個全部都係呢個大窿嘅，6個、7個、8個、9個。好啦，你見到冇位咯，你咪褪一褪佢咯，褪一褪佢。就唔好咧，唔好搭住佢哋喎，一嚿咁就唔靚噶啦，嗬。好啦，幾多個啊？你講唔記得先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個 ，OK。咁就10個、11個、12個。好啦，12個咯喎，記住數，一係數腳，一係數邊仔啦吓，咁就數腳長針我多數數腳嘅，以數啲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 ，OK 12嘅。咁好啦，就跟住咧，正話你做第2行嗰時，咪有個短針嘅，咁喺個短針呢度做短，又係一樣啦，做個短針。OK，咁啊已經係第一個花瓣噶啦。咁如此類推咧，每個花瓣都係咁樣做嘅，就紅色做5個，我再做多一次啊。好，嗱12個喺呢度做嘅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，好啦，再褪一褪佢下，褪一褪10、11、12，OK， 12之後點啊？記唔記得？就喺個短針呢個位度做短針，都係正常噶啦，篤2條邊咁樣嗬，正常篤2條邊。好，短針，咁啊，如此類推又係跟住啦，喺呢度又做12個長針，短針12個長針，就做5個，咁去到第6個就翻嚟啊。好嗱，做咗5個啦，就係咁樣嘅。就1個、2個、3個、4個、5個啦。咁5個好啦，我哋換色咯喎。我就咁樣換嘅。
篤落去啦。有好多種方法換嘅，呢個玫瑰花我就咁樣換啦，因為捲埋咧就唔覺嘅，所以就可以用最基本最原始嘅換線法啦。咁我哋就做呢個短針啦 ，OK？ 做短針，咁咧就最後呢個鎖呢一個咧就唔好鎖佢啦，我就擺佢上嚟嘅。咁咧，然後咧我就會用條新線。咁啊，或者你唔擺上嚟都得，算放喺下低嚇，唔好遮住自己視線。咁咧你就用條新線 ，OK？ 咁啊勾落個針度 ，OK？ 咁然後就撳翻你呢個織片啦，咁然後將佢撳住嚇，將佢拉過嚟 ，OK？ 咁就換咗上去噶啦。咁後邊呢個咧，你咪拉翻緊少少，等個窿唔好咁大咯。咁好啦。就如此，就係咁樣啦。換咗線咯喎，我哋就將佢咧又係一樣啦，好似之前嗰啲花瓣咁，做12個長針。我咧就呢個咧你就剪，我就做咁，我將佢咁樣先啦嚇，做咗第一針先，我就將佢撥埋，我就懶得收線嘅，咁咧我就一路織一路會將佢藏咗落去嘅。咁啊一個啦，已經係換咗過去啦。好啦，到第二個長針啦。OK， 第二個我咧就咁樣慢慢將佢藏入去嘅。OK， 放咗落嚟。OK， 好啦，咁之後就3啦。咁啊織埋佢就得噶啦。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記住唔好搭我啊，冇位就褪一褪佢，就11、12。好啦，咁啊換咗色，做咗第6個，呢度係第6個花瓣啦，咁就一樣啦。短針，你繼續織埋佢又得，唔織又得嘅。我咧就懶得收針收線嘅。咁好啦，就咁樣如此類推做到尾 ，OK？ 咁啊翻嚟啦。好，就嗱又做咗5個綠色啦，即係第2個色啦，1、2、3、4、5個啦。咁你唔一定綠色嘅，不過就唔識一定話咩葉定點樣啦。咁你想佢總之就有 contrast 色，即係個對比色咁樣。咁樣我就覺得有個底咁樣托住佢咁樣咯。咁你可以遞啲色都得嘅。好，咁我哋做完啦，就最後一針就係落翻落呢個短針。記唔記得開始嗰陣時，我哋做咗一個短針啊呢度，咁啊做咗第一個短針，咁就係又係啦短針。OK，咁就由得佢啦，拉出嚟。咁你有扣針咧，你就有加扣針，你咪扣住佢咯，就唔好剪算字嘅。咁呢個紅色咧，其實你換完線之後咧，你都可以剪噶啦，大概30 cm 咯，30 cm 咧，即係等於一張 A4 紙嘅長度咁上下咯，嚇，張長度，咁你就可以剪咗去噶啦。好，咁就呢個就做好搞掂噶啦。咁咧就呢條太長，下一條片咧我哋就我就示範點樣捲，點樣縫合，將佢變咗做一朵花。OK。